咁今次嚟到係第4屆參加啦，咁見住比賽咧係越嚟越受歡迎，我都好開心。第一年咧係有80人參加，而第2年咧係150人，第3年350人，嚟到今年第4屆有350位13至到18歲嘅青少年參加。今次係沈雲山咧，亦都係歷史最悠久嘅一場高峰對決啦。賽道咧全長2.6公里，240米攀升，咁有2次嘅大攀升嘅。咁同學仔經歷呢一條賽道嘅時候，除咗話體驗特別嘅越野跑路況之外咧，都有幾特別嘅深刻經歷啦。尤其是有啲同學仔講俾我聽，係喺條山路嗰度係有諗過係放棄嘅，不過咧最後佢哋都堅持咗落嚟。然後嚟到終點，咁每一次見到同學仔表現到呢種堅持咧，我都係好感動嘅。令我非常榮幸見證高峰對決。今日好開心可以參加高峰對決沈雲山嘅越野跑啦。咁啊好開心，今日咧係以呢個禁毒嘅主題啦。咁啊令到一眾跑手除咗做出自己嘅 personal best 咧，亦都可以帶出企硬唔得嘢呢個信息。咁今日越野跑嘅路線咧，其實都係一個非常之艱巨崎嶇嘅路啦，就好似我哋喺人生嘅路途上邊啦。咁亦都好多嘅引誘嘅。咁其實毒品咧就係其中一個好大嘅引誘啦。咁希望各位嘅跑手啦，入翻去學校遇到自己身邊嘅同學仔或者朋友咧，都會同佢宣揚翻呢個無毒文化。咁最後啦，希望今日呢一個比賽咧，帶到俾大家有呢個健康嘅生活模式啦，就做運動，就拒絕毒品，做多啲運動，強身健體，有一個好嘅人生。好高興今年可以再度同沖繩嘅 Pit Runners 合作舉辦呢個高峰對決。我哋一向咧都好積極推廣青少年嘅發揮嘅。咁今次咧高峰對決，我覺得一方面咧運動係帶嚟好多正能量嘅信息啦。咁而今次高峰對決咧，我哋就舉辦一啲3公里左右嘅比賽咧，其實係真係可以比較初階或者俾啲初學者嘅一啲嘅學生咧嚟去體驗呢個學生越野賽。咁我覺得係非常之有意義㗎。咁今年我跑呢個賽道嘅時間係15分正，今日破呢個紀錄就係額外嘅嘢咁我都覺得可以想邀請身邊多啲朋友一齊玩咁樣咯，即係熱鬧啲。咁我嘅組我係山海城男子組。咁今日比賽完之後個感受都幾開心嘅，攞咗第1名啊嘛。咁我呢一次比賽咧就有好多得着啦，即係呢條路線有好多起伏，然之後好挑戰我腳嘅轉彎能力。我玩呢個比賽玩得好開心。我好中意越野跑啦，咁因為咧就係越野跑嘅啲路雖然好岩岩巉巉咁樣啦，但係好激烈啦。咁如果差錯腳嘅話，可能又會撲低。咁我哋又要好小心咁樣，就好刺激咯。因為我中意喺山上面度跑，因為就好少人咯，上面就唔同就平時喺街跑或者運動場跑好多人。咁我就覺得今次嘅路咧就比較潮濕同埋有啲跣啦，同埋我就未能夠可以破到我之前嘅紀錄啦，所以我就諗住下次我就想提升多啲我嘅速度啦，我希望下次可以破到紀錄啦。因為呢個比賽我去咗唔同嘅山訓練啦，我都好榮幸有呢班隊友可以鼓勵我同支持我，令我可以跑得咁快。喺未來，我希望繼續將高峰對決搞成一個聯賽，俾到更加多嘅青少年用免費報名嘅方式，加上一啲特別嘅獎勵制度，令到佢哋可以繼續咁樣參與呢一場聯賽嘅賽事嘅。